香港人移民其實應該去邊度好呢？講真，香港其實有好多嘢好好，但係又有啲嘢好似唔係幾好，所以我哋離開香港其實係一個好矛盾嘅選擇嚟㗎。所以選擇去邊度移民嘅時候呢，其實要寫一個好清楚嘅列表，列清楚究竟乜嘢對於你係重要嘅。如果唔係，一陣間去咗第二個國家，2-3年後要回流都會有失敗感㗎。我哋真係縱慣咗，最好咧住嘅地方咧，一落街咧就係有新鮮嘅市場啦。如果唔係超市咧，再唔係唔想煮飯嘅時候咧，亦都好容易咧附近就有餐廳，仲要唔係好貴嗰隻喎。星期6日咧就最好咧就係可以附近有沙灘，又可以行山，又可以出海，又可以好平咁樣去打高爾夫喎。用少少錢買隻遊艇，做一啲喺香港富豪先至可以做到嘅事。大前提就係天氣一定要好，唔好似香港咁，到5月咧已經好翳熱啦，又唔好似新加坡咁成年都係夏天，街都費事出，又唔好似英國咁，冬天咧係真係凍到喊噶，同埋仲要最好一個地方咧係冇乜雨嘅，最好咧當地政府咧係支持移民嘅。嗱，移民政策咧又唔可以5時花6時變啦。但係咧，我哋香港人真係好衰啊！自己都係移民，但係硬係有一啲唔同國籍嘅移民咧，我哋又真係唔想見到喎。一般國家嘅基本配套一定要有啦，例如攞咗居民卡之後咧，就即刻開始有免費教育同醫療。10年後，小朋友攞咗 passport 啦，做咗一個歐洲嘅國民啦，就可以享受歐洲國民嘅大學嗰個價錢。歐洲雖然好啊，但係好多地方生活指數仍然係好高，同埋咧罪案率咧喺好多歐洲嘅地方咧係提升咗好多嘅。不過住歐洲咧就真係好啊，你分鐘可以用百幾蚊港紙嘅價錢咧，就坐飛機去唔同歐洲嘅國家 travel 喎。呢個價錢啊，你由香港返大陸啊都未必可以啊。香港人投資買樓咧就真係要好小心啦。其實我有2種唔同嘅客人咧，咁佢哋有2個唔同嘅策略嘅。一種咧就係用大概50-60萬港紙咧就買層樓或者買個單位咧，就攞嚟做歐洲嘅 base， 咁變咗其他日子咧亦都可以有閒錢咧就去第二啲國家去旅居住啊咁樣。另外一種咧就係 focus on 投資嘅，其實咧要揀一個地方咧，過去4-5年嘅 track record 咧係仲係升值嘅咧，其實真係唔係好多噶。其實喺2025年咧，西班牙已經係成為咗唔單止係美國人、英國人，甚至係而家加拿大人最佳退休嘅目的地。其實過去嗰10年8年咧，南歐嘅國家例如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馬爾他啊嗰啲咧，都係比較叮當碼頭，好多人咧都係好嚮往嗰當地嘅生活指數啊，又或者係天氣啊，佢哋都推出咗一啲係投資，又或者係唔投資嘅移民計劃，咁嗰啲後者咧就門檻比較低嘅。比方說，例如葡萄牙啦，因為佢哋對呢個移民咧十分進取，係攞嚟賺錢，咁所以咧就其實吸納咗好多唔係話十分高端嘅，例如係的士司機啊，又或者係唔同嘅國籍啊，咁就已經紛紛入咗嚟呢個葡萄牙啦，就變咗咧嗰個罪惡率咧就係攀升咗。另外咧，亦都係個移民局咧，其實已經扼實晒好多 case 咧，有啲客人咧嚟咗葡萄牙5年都仲未打到手指模嘅。另外喺網上咧，你會見到好多外國人嚟咗葡萄牙幾年咧，就都係紛紛反映翻佢哋其實開始想回流翻去自己嘅國家，就係因為覺得呢度有少少歧視啦，又或者係罪惡啦，又或者係 cost of living 啦。咁呢啲咧都係屢見不鮮嘅。咁而喺意大利咧，就吸納咗好多國內嘅移民嚟咗意大利已經係10年啊或者以上。喺意大利咧有個鎮，成個鎮咧就叫做中國村。咁而意大利嘅罪惡率咧其實都幾高下嘅。咁反而西班牙咧，因為一
般咧西班牙人咧對賺錢嘅興趣不太大，所以咧佢亦都唔會太 aggressive 咁樣 push 佢哋移民嘅 programs。咁變咗咧，慢慢咧就越嚟越多人識得欣賞呢個國家，亦都咧係因為咁樣，亦都唔會有一啲唔係咁高端嘅移民過咗嚟，變咗我哋嘅犯罪率咧都唔高嘅。咁所以喺歐洲咧，當所有嘅歐洲居民咧個個都係出嚟要係抗議又係叫嗰啲穆斯林嘅移民咧返屋企嘅時候咧，我哋西班牙完全係冇呢個問題。咁反而係我哋嘅首相 Pedro Sánchez 咧，上幾個月咧就係公開咧就話，其實移民對我哋嘅國家嘅發展係好重要嘅。咁所以你可以睇到，佢哋傻嘟嘟嘅，咁但係又幾可愛嘅。西班牙咧係好少數嘅唯一歐洲國家咧，過去5年咧樓價咧係仲係十分之急升嘅。咁有幾個原因，第一咧就係我哋起步嘅時候咧，其實咧係比起其他歐洲國家嘅房產係平咗一截，咁所以係抵佢升嘅。第二個 factor 咧係因為過去呢幾年咧，好多南美嘅有錢人咧，全部都係將啲錢抌晒喺馬德里，將啲錢就擺咗喺嗰度買樓，咁變咗將嗰啲樓價咧就升咗好多。咁第三咧就係因為我哋越嚟越多外國人過嚟投資。第四咧就係因為呢度嘅酒店真係唔夠啊，而我哋嘅 tourism 咧就係差唔多全世界第一名嘅。而家咧喺馬拉加同埋巴塞隆納就係有 Airbnb 嘅管制，但係其他地方咧都仲係有好多投資者咧係買樓我嚟做呢個 Airbnb 嘅投資嘅。話說如此，如果你唔係要喺首都住嘅話咧，其實咧都仲有好多係幾十萬港紙你就可以買到一層樓，又甚至係一間屋嘅。嗱，最後一個問題，咦，西班牙人係咪成班鄉下佬嚟㗎？其實我哋過去幾年唔聲，大家都喺度賺咗好多錢啊。例如 Zara 啦，大家都知道其實係一間西班牙公司嚟嘅。由2023年開始咧，佢哋嘅share price 咧已經升咗57%。另外咧10大銀行裏邊咧有2間咧，原來咧係西班牙銀行嚟嘅，就係 BBVA 同埋 Santander。BBVA 咧喺2025年嘅第一季咧已經升咗44% 嘅profit啦，利潤啦。另外 Santander 銀行咧由2023年開始咧，每年咧都係升咗35% 嘅利潤嘅。而我哋嘅 IBEX 35指數，即係等於我哋香港嘅恒指咧，亦都係2023年開始咧，每年咧係增升23% 嘅。所以其實西班牙一路都係唔聲，自己做自己嘢喎。但係因為外邊嘅世界又好似越嚟越多問題喎，咁所以其實我哋乜都冇做過，就變咗係勝利咯。